作者千 DJX， 故事夢幻島千版 0.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12集。關於神學等級制考試，你們是需要看注解的，不是照經文死背讀。要解碼注解入面的中心思想內容，先有創造神設計的，都建基於大富翁遊戲、模擬人生遊戲、帝國遊戲商店賺錢遊戲、模擬餐廳賺錢遊戲和莊家賺錢遊戲。只要你們用莊家思維和設計師思維去解讀這些遊戲是如何運作、如何設計、如何設定關卡、如何通關、如何盈利、如何虧損、如何做莊家，就可成為一個成功人生大贏家。根本玩熟這些玩遊戲和如何知道十樣設計開發這遊戲，人生明白道理就直接通關。我說的是創造神思維的模式教學教你們解讀，就可以明白世間運行道理。學校如何讀書及讀書畢業後在社會如何成為一名三餐不飽的基層勞工，在人生轉圈，因為社會模式不會教如何人生通關，學校只教你如何做低層勞工。